各位同學，以下由我介紹初一校內 FatLab 嘅機械人課程規劃。我介紹嘅內容有以下5個方面。課程係學校創新科教館進行。2016年，科教館被 MIT 認證成為國際 FatLab 成員，係港澳第一間、全國第2間中學嘅 FatLab。我哋擁有好多唔同嘅儀器設備，喺教學過程中通過真實工程嘅體驗，讓同學拉近所學知識與現實應用當中嘅鴻溝。課程運用 STEM Plus 理念，增進學生科學素養、創新思維嘅基礎上，獨立出機械人類別、動手製作類別2方面嘅課程，循序漸進將工程思維融入其中。初一學習機械類嘅知識、電子電腦類嘅知識，C++ 編程思維。同時，我哋穿插激光切割、CNC 等加工方式嘅培訓，譬如製作 3D 學卡、紙片動畫等，我哋都有相應嘅校本課程。初二進行系統化嘅教學，譬如隱形床系列、懸浮系列、機械人系列課程，同學們都玩得好開心㗎。喺學習過程中，我哋融入咗數學、物理類嘅知識、空間思維同 3D 打印類嘅知識。喺評價方式方面，我哋利用咗漸進式嘅評價方式，每次課程都給予學生即時嘅反饋。評價內容包括關鍵詞演講、工程筆記、課堂表演、素質測試等等各個方面，以此了解學生嘅優勢與不足。課後有興趣嘅同學可以參與我哋嘅 VX、FRC 嘅聯課活動，呢個係近3年嘅機械人比賽項目。大家見到啦，有收集箱啦、拋球啦、平衡台啦，內容豐富多彩，同學們玩得好興奮㗎。除此之外，我哋要提供各種創新項目嘅平台俾同學，譬方話模塊化嘅飛機檢測裝置、飛機防水裝置、反重力裝置嘅研究、浮動式清潔裝置，咦，好似都係同飛機相關嘅喎。係啦，呢個就係我哋創立嘅航天航空研發基地，都要提供獎學金喎。歡迎同學過嚟嘗試。今日我嘅介紹到此為止，多謝各位同學嘅聆聽。